意思写做教了一阿公爸啊，做钢铁啊，辛苦啦，辛苦没有做啊，做了唔会做做好的啊，你后生的就慢慢要赚了，天做啦。我想回到故乡，自然对故乡有一份情感。那因为家里也做豆制品，所以我想把最好的东西让大家来吃，然后去分享给各位。坚持就是说，因为这是婆婆传给我的，我希望不要在我手上可以，就是说继续下面有人接下去，然后我觉得让人家吃了也会很怀念的那个味道。养着条从前，春风过去，强凉都后每爱哭过一天。日下小满，雨下仙，梦中对风思念。西瓜清甜，风里风，太初本年苦渐渐。酒处处甜归烟，年年人团圆。日东小雪18年，四季轮回又一年。太海呀，岛边，你清朝家下有一群客家先民。沿着太康海来到了特别的开垦，300年过去了，客家先民来你嘅客家文化融入到特别嘅料理和嘅建筑地图，变做特别深厚嘅历史印记哦。太海旧名太古巷，清朝年间，客家老祖公顺连太康台出上来，开垦嘅脚步来到了边。访问太海，慢慢也看得到200多年的历史岁月，散步地大家老街老屋，塑造的建筑，还开是太海珍贵的资产哦。Hello， 范老师你好。明珠你好，明珠。老师你好。你好。哇，今天来到太海老街，一天来参观一下特别的武德殿。武德殿。而且唐宫也特别的。武德殿都已经有长久的历史哈，70多年嘞，吼，连日本时代呢，警察啦，连剑道、柔道的素材。可是唐宫也特别算是保留都懂完整的呀。错啊，功夫之后呢，你就个快点都被拆开哩，你太海了呢，没动态啦。不过你了位就蒋公行馆哈，嘅安全人员就带了位来，快点修理，就按样，无关也特别做的保留都按完整。错。家珍你来你看到冇？本山烂烂嘅武德殿，地震过后变做梦怡生态博物馆嘅共有馆舍。当然9年内会批下文艺季，展出100年文物。俩下我去伫俩地高兴故事修炼武德嘅书体表达，仲还有传来一层一层嘅香味哦。哇，呀个喜诺起来明星就蛮呢啊！嘿，好香哦！也是日本时代的警察宿舍啦。哇，而且俺看到这也特别风景都好哎。三门水库全部看得到，你的观音亭全部看得到。咁都在幾有時啫嘛，太海有很多太海咧。哦，前面兩條河啊，太古巷河，水清道啦，行船地，台灣北部的嗰啲農產品啊、產業，全部都列為太海。適合以後呢，潤到你嘅淡水，淡水就過香港，過你唐山。經過你香港呢，去到歐洲啊，去做生意。古時候也特別喺東涌也會那種集散地耶。所以你做了位西港口呢，做嘅生意呢，國際貿易。哇！甲路
鸡迄哪叫开始的咧？哦太肉鸡。肉鸡是采自日本时代，因为光绪年哈，18到23，啊，20年的时间是西元1895年啊。因为开始日本管理因的时阵开始更繁荣，因为该时代吼，很有钱，忽然间呢就没落落来的时间，它开始变好没钱了。现在东西就较简单啦，像因为客家人的水板的啦，吼，水板的，嘿，还有嘛豆腐干啦，吼，还有什么个剃头糖，是安尼，还有个月饼啊，番薯饼啦。太海是由来来去去嘅上山芒石田高，一直到太汉海边界，让浅浅嘅模way好讲见。佢當個巴洛克風格嘅建築形式，見真嚟嘅樣式，滿上原始嘅鬧熱，唔過流傳百年嘅小食，就係啲亞大嘅普通百姓來嘅古朴韻味。水板呢，就係其中一樣艱苦人嘅料理。Hello， 大姐。对，明珠你好。你好。我刚才啊，来到也参观，刚有一个范老师啊，伊讲一天要来，然后呀，吃可能来古早米给水板的。那你要不要跟我去看一下我们传承3代的蛙柜啊？让学一下怎么做。好，没问题，走。看看。曹家玲，一個地湖北來嘅當鄉嘅新橋，20多年前來到台灣，老家娘鄉下打餅，經營細細嘅水板嘅料理，堅持當日現打現賣。但將係冇辦種，浸水冇過後，還去準備建築建條增加嘅牛肚哦。现在这米浆已经磨好，接下来呢？接下来就要冲滚水了。哦，这一片要更嚼啊！对，要搅得越多哈，桂越 Q 啦。真的哦。这个口感就是靠这个调配出来的。那本山老豆黑。先用冷水下去，然后再一起用锅子来蒸，不是这样子哦。不是哦，要让它用滚水冲起来，然后要看它的浓度，达到一定的浓度它的那个蛙桂的口感才会好，才会好吃。这样弄起来但水的声音像水一样清澈的哗的话，浓度就不够了。还不够，要有点像浆，对不对？对，要像米浆，像米浆啊。对。那这样的做法是谁教你的？这个是婆婆，我们都是祖传下来的。这是大家叫的那个梨粽棒梅梨丢嘛，对不对？对。她教你的手艺哦。对，她也是她的婆婆教的啊。真的？所以安永传下来多久的时间啦？大概有70、80年哦。哇！安永一推传下去，那你小孩有没有想要学？小孩说这个太辛苦，他们不想学。他说这个钱他不想赚。真的很热，很辛苦哎。3个人要搅牙根是不是？对，这是做甜的。对，这个要做甜的。甜水板呢？我小时候最爱吃这个甜水板了。哦，还会给你搅是不是？要搅一搅是不是？对。大姐压好板够稀哦。我给你帮忙好不好？那你试一下，你看看你能帮到我的忙吗？哎呦，好重！哎呀，今天给我那种好帮你。好，太极鸭做的一半摇你来整呢，对不对？对，现在你来试几下。好，我要动作要加快，对不对？对。都平哦。对。厉害哦！你要整几久的嘞？大概半个小时吧。真的很古早味。水板呢係大家客家細年呢清好食嘅小食。水板呢當個嘅料行家係精彩，香菇、鳳葱頭、蝦米、豆腐乾，還有菜脯，一樣嘅放到鑊度炒到入味，等到半種整熟過後放俾冷，就做得老料鋪上去，細細一碗當有誠意。但將皮革嘅米絲、細時節嘅記憶就已經全部走出來咧。你看，下張整好嘅水板的爐頂，甲下張炒出來香香嘅料，看起來就會想到嗰種頭擺古早味。而且大姐你知道嗎？我都聽我爸爸講，以前他們小時候啊，因為家的生母係牛奶粉，他們都吃這個，這樣。對。這個6、7個月的小孩子就可以吃了，就都得吃，因為這就是純米啊，對不對？這個米，而且是比吃飯的米更容易消化。你看，按 Q 彈以外啊，
要说到水土，面向山水过后，规则全部用开了，而且最重要的就是按用的客家的皮料跟草料，一点点就很香了。对，配着菜脯哈，吃起来那个香。我可以问你，有没有人最多一次吃几碗？最多一次吃，先给大家看一下，这么一点点皮，要包这个，要包2、4、6，应该是6颗啦。你开玩笑，可以啦，一个都包不起来吧？可以。可以，按这颗嘞，我包按胎给哦。你看，天呢，差不多1比50按胎哎。对呀。最多一次吃9碗。真假的？对他来哈，他1碗蛙贵4口，好好吃哦，甜的，我最爱的。我要给梧桐哎，小时候啊，妈妈都会切在小小一块，然后喂我们吃这样。按钮，你看好 Q， 超 Q。好香哦！这样吃哈不会很甜又很香哈。真的，在我们苗栗啊，那种就是每一天差不多到3年下课的时候，差不多4、5点的时候，那个阿姨啊就会骑着欧多拜来碎办的哦，碎办的哦，对，来卖这个。小时候没很多零食可以吃，就是吃这个，就是吃这个又健康。袅袅嘅面香伫最风散开来，当个嘅料，希讲大腔色有一些嘅咸，唔过帮水办呢，小朋友食到三麻都会吞落去，还有无糖嘅甜水办呢，就系热天清好嘅点心哦。跟你甜甜到你的嘎娘婆婆旁边坐的时候啊，她有没有一直提醒你，妈该一定要坚持的？他以前教的是比较最早的古早的，就是很传统的。但是后面有一些都是我们靠自己哈眼睛去观察，慢慢的去改良啊，达到更好的效果啊，更好吃啊，就这样子。还是讲你对加工了以前都总归给老别有设个碗娘的水办的吗？没有哎，没有，没有。那你好什么？我喜欢吃甜的，甜的很好吃哦。甜没等我哎，好厉害哦！我们单枪加工了呀，传承的安尼数呢，而且重点是太子啊，这个含老几贵两个加的，无 Q 用皮料落去啊，炒出来 Q 用迄传统的客家面的。經過三推嘅水辦呢，見真係太蟹嘅好快講見，拍拍嘅水氣充電上來，爭整好嘅水辦呢，要太子對家娘留下來嘅傳統美食嘅堅持，咪係因為也份初心，爭種起嚟太蟹人嘅秘密記憶。接下來離開嘅路街，我要來你強悠悠嘅農場，尋種下嘅美食咯。阿峰爸妹。哟，来了！你好，你好， Hello， 欢迎你来！你好，你好！哇，欢迎你来！我今天啊，堂购你还特别有一个，你做起来没懂分一个开心农场啊。对啊，真正的开心农场哈，真正的不是用手机玩的哈，不是，真的。对给带给你看到好吗？说对了，啊，这个给我是不是？好，阿峰爸妹，这边的环境好漂亮哦。很好，对啊。你从小都在这里长大吗？没有，我20岁才嫁来这里，嫁给阿峰伯，对。聽到阿峰嫂全國色上牧人，來到阿峰嫂老家老公起嘅歡喜農場，順便金光閃閃嘅海水，從夢湧嚟嘅背景就喺眼面頭前展開來咧。阿峰要用鬼太變豬呀，搞事呢！對啊，眼中的呀。天哪，你看，海太變很棒了。對啊，海魚這樣的炸。哇，阿婆，我们等下头边，而且看亚头边全部鬼太变皮头，对啊，这整个就很像是山中秘境一样哎。啊，你还开心农场在哪里？要往山上走。好，走来去。好，走。啊，你以前就跟先生一起在这边务农？对啊，结婚就在这里啊。很幸福哎。对啊，这里就是我们阿峰伯的开心农场哦。哇，又有凤梨啊，什么都有，你看有木瓜啦，有。而且也给凤梨长得小小颗，好可爱哦。没有，我都要来包啊，因为怕它晒伤，有没有？啊，哎，要拔草。而且长得好自然哦。对啊，
长得超自然的，没放肥料，什么都没有。这是土凤梨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土为面给它塞的呀，什么都有。啊，那个地瓜也是我们的。对，开心农场。开心农场啊，不是说这农场长得很开心，从下面种给你懂开心，还有不会凤梨。哦，苎麻你看安讲。苎麻没有哎，无毒没放药。而且你看。真的哎，你都有分区种后，凤梨都会全部种都扁扁顺顺这样。因为剥坎你要拔草啊，你种这个又可以吃啊，因为也要拔草，我每次都下去拔。哦，对，很聪明。那个芋头，你看种着我们自己。你看一下，给没有前面番薯都大概低调单薄，还在上面。对。三公当嘅小农场不胜雅致，不过山區天時道別。佢喺辣辣嘅日頭，一下就冇得咧，轉做水無田。看護之前，我夾離開咧。哇！先講哈，咁日番薯都嚟咧。你地度啊，我了個鐵啦。好，貴。因為哈，貴之前先講一下，做乜干我們天數，你知道嗎？你貴啊下去啊，番薯就不愛對番茄，在這裡看到咧。哇！你要青紅，你要種青紅色係嘛？要品種青紅。阿公媽咪，佢用順用我上講我改變人嘅耕種嘅方式。因為我有去聽那個環境保護的那個哈，我常常去聽課。其實都係講乜嘅咧？某些藥的啦，吃老師那種不要噴藥那些。剛唔會講過某些藥會發果子，就會上來唔講嘿。哦，耐心啊。耐心，慢慢的，梨芽猪收穫不錯了，真的哈，有成果，那我們也很開心啊。唔是天毛本來，按這個種的按東西人家冇。本身你對。好啊，咁一條番薯，大家就對，等下再以後做一個熱光餅，對不對？對啊。大棒天色還冇完全變烏，你要夾夾老鬼下來嘅番薯洗槍哩。我已經唔差，我聽到阿鳳嫂學做太海嘅窮苦人嘅熱餅。哎呀，給切卡做嘅番薯有沒有金黃色的？對啊，這個是皮。這個皮油皮。皮要薄，對不對？對。料要多。先給大家看一下，這麼一點點皮。要包這個。要包2、4、6。應該是6顆啦。你開玩笑。可以啦。一個都包不起來吧？可以。可以，這麼小。來。按這個嘞，我包按胎嘅哦。你看，天哪，差不多1比50按胎哎。對呀。那怎麼包？你怎麼包？靠技術。來，我教你，你要把它往那個外面推。天哪，那個皮已經老一個女生會用窮下嘞。不會啦，不愛寫幾筆哦，這真經是真功夫哎。可以啊，很厲害啊。內餡要往內推，那個皮往外推，這樣子，這樣子。哇，好像要成功了，完全做對嘞。做對了，按薄就差不多，你老你搓圓。耶！哇，成功了！成功了！那真你做的1比50，然後給包起來，真功夫。這是你那個皮哈，沒有比例沒有準的話，你包起來就會破掉，就會爛。也包不會密。對，熱光餅有本人講係窮苦人嘅熱餅，日本時代當到年目前，好賣昂貴嘅高級食品，就用一個餅嚟推理。先撈番薯，輕做軟又滑嘅番薯蓉團，包圍泡泡嘅餅皮過後，再用師傅剪到皮擦擦，就做得上手了。阿公，講來吃豆泥，阿公爸，地瓜餅哦。阿公爸，你來，你呀雅孫哦，對啊，好可愛哦。往裡面去了，中了呀，好吃的。哎呦，剛剛剪好哎，有沒有肚子餓？來，馬上拿來吃。好吃嗎？看來試試看哦。很 Q 哦。這邊黑呀哈，先過去了呀番薯，先拿了粥，最好吃哎。而且啊，吃這個後本來凶多，但客家人會設一種那種，就會像是低度薄嘅綠豆泥誒，嘅嘛像肚臍餅用誒。可是可以用配的，你還用剪呢，有一些像半剪。阿峰爸好不好吃？好吃，好吃。好吃哦。
吃几年了？这样哦，很多年哦。我讲外面大西市场买。哦，大溪市场卖，娶了阿峰嫂的时候就可以自己。对。呀，谢谢老婆啦。谢谢老婆。简单嘅感謝，若唔係嘅小生，小男就啲嘅普通嘅熱嘅地度，就像阿峰所做嘅熱光餅，黏黏嘅番薯，皮泡料到，薄身綿密。頭排嘅窮苦人嘅熱餅，連下變做幸福人家嘅點心哦。你们怎么那么先进？提供不要撒药比较好啊？你撒药的时候，那个泥土变酸性很硬，硬。真的、哦？好像那个农泥土死掉一样，这样死。没有真生的，命，泥土会死掉哦。没有生命，对，要叫自然农法就是这样。要改变了，所以说。阿峰爸，那你这样花了几年才把那个土恢复它的生命呢？20年了。按久啊！对啊。不过呀，你生两年，那个某属省啊，没有那个收入，用干啥呢？也是外面来补贴啊，去外面做一个工这样补贴的。啊，外面还要再去做工这样。对啊。就是后来就这个真的不要撒这个农药。真的哦。像现在去那个小孩去玩他说你这个泥土怎么样香香？跟你这样子花了这么长的时间来做这种自然农法，你现在有没有觉得很有成就，而且希望大家一起来做？我2个儿子现在回来都很乐意去帮忙，啊， 2个好幸福哦，对，很快乐啦，很快乐。但年轻的时候应该很辛苦吧？那时候真的，现在已经都70几了。劲刚来啦，虽然没有什么物质上就很高兴这样子。苦過來嘅平凡享受，係按多年來嘅打拼，將本作物以為最清甜嘅美食。兩公婆嘅用心守護，將做得造就出太海特有嘅清新景色。下尾我去拜訪嘅係太海親本人懊惱嘅投資秘密哦。Hello， 李大哥，安座。歡迎。哇，而家條安座就對阿豆邊無限呢。係。我每次来到这个做豆浆、豆皮啊、挑宝的店啊，我都超兴奋的。10点钟很热，可是这个黑队皮肤很好。那当然，你看我就知道了。真的。離後生太高，因為讀好料理，熱天對金農業轉變做木下嘅豆腐皮事業，進一步來做販售嘅好美食。太海嘅好山好水。本豆腐以為一種特別嘅美食，更加成就李太高對烤甜料理嘅夢想哦。說你會做，那你來做做看啦。好，你要考我是？對呀，我考你啊。我先做那傳統的豆腐皮，傳統的。這個薄度要先做豆腸。這是成品哈，來，是放在中間哈。中間。這線繞2圈，往後拉，繞1個圈，往後拉。好難哦，要出動態力嘞，差太多了吧？你坤呢？大顆的坤呢？好。哇哦，還有金黃色。走後一起。這個薄度要先做豆腸。豆腸呢，顧名思義，你就會想來種蟲嚟用嘅。不錯啊，一開始要剪起來過後啊，開狗狗一定要它講，不錯，要把它前面縮進來，縮上去啊呢。等一下呢，它的形狀會比較漂亮。按用就會動講嘅豆蟲嘞。錯，100分。耶！好 ，OK， 很好。那接下來你要考哪嗎？該豆包。跳薄。它真的水點呢，好跳薄。將那都啲同我用捏那起來，居然都跳薄 ，OK 嗎？懂跳。來，大哥示範一次。好，然後中間抓起來。要泡泡的呀，對不對？薄薄的。
豆皮，豆皮传统的做法嘞吼。哎这个我比较忘了，哎，手感比较忘了的。可以可以，成功成功。泰国，可是啊，都有台海大溪最有名的是这个豆干。那你做嘛想要做一条豆皮的料理嘞？因为我老家从父亲这一代就在做这一个，从豆浆生产豆皮、豆包、素鸡、豆肠。那我就想说，把家里这样的产业延伸到餐饮，让更多的人来分享给更多人这样子。哦，哎，你本啊台海的关于豆的料理啊，做得有很较大的变化。是，对。对。出生于豆腐皮工厂泰嘅李泰哥，对豆腐皮、豆包嘅制作主動熟絡，對原料嘅熟悉，還較有自家創新嘅想法咯。李泰哥老工廠無愛嘅豆腐頭，還有豆呢，都留記變做料理嘅食材，唔但將創新傳統嘅手工製作在嘅，還較係其他哩推薦中的中國嘅好明星。來，明珠，我帶你參觀我們家的工廠。哇 Hello， 大家好。大家好。豆芽倒闭都是做素鸡哦。对啊。而且怎么进来可以吹冷气工作，好舒服哦。对啊，全年常温。怎么那么好？是因为体贴员工周身按辛苦吗？啊，不是，不是，主要是因为这豆皮需要比较低温来保存。哦。温度太高，它很容易发酵变质。会变质，鼓手这周的吹冷气啊呢。啊。好幸福哦！可是那看到其他的大傻尼呢，他们是分工合作，对不对？对。前波先老给包起了，这边好像还有包那个玻璃纸是吗？是，每一个工作。还有玻璃有老给包布哎，最后老给亏了。是。所以这等于是一条龙按用做啊过来耶。来东江我 delay 其他的进度。阿旭嘞，可以教我们。好啊好啊，你扛一下，哎，你们跟我学假趴哦。哦，你要背得得啊。哦。一点点。你喺那边学假年啊？印尼的学假年。好，按用的包嘞。按用包，用黏起来。黏起来。哎。嗯。就落去。就落去。滚嘅。哦。滚嘅。滚落来，那就好了。哦，这个太小看我的大哥，这个很贵哦。每一个重量都要刚刚好2、2、3哦。快就破掉了。会一种一种按泡哦。哎，按泡啊。那你算过你一年包几多张吗？我算呢。自己抓，我要挑战看看。2、2、3哈。可以吗？签哦，给有签。这子的。你给我多少？不要告诉我。多少？这3两。这3两，我不相信。那这个呢？这多少？2、2、3啦。这2、2、3，这3两差那么多。哎，这一点点怎么会差了？阿雪，你拿错了。太呀。对，太大了，阿雪要小心。对。按用起来嘅。哦，差提些。上叔阿爸嘅傳統製作方式，在嘅完全手工製作。能愛強調對食材嘅尊重，豆腐皮切過後嘅骨頭，你會變做自己嘅嫩度嘅料，唔但將唔會打鬆，還可做得增加口感哦。砂鍋裏呢，呢個老鴨嘅保底質地度哦。是。為什麼要保到保底質地度啊？一方面是這個美觀哈，那就是增加它的韌度。增加嘅嫩度哦。你在包這兩邊的時候哈，要稍微多一點力道進來，哎，那也避免它的餡料跑出來，待會包裝的時候製作起來的密度比較扎實，然後也比較有口感。姑叔，等一下還要再個包蓋一層鋪落去，對不對？是。而且泰國人發現到，你每一步你都懂會做哎。對啊，哎呀，從小就開始做啊。真的哦。所以以前小時候。父親剛好生了4個兄弟姐妹，就每一個人做一個工作這樣子。從幾歲開始做啊？5歲吧。5歲就開始做哎。對啊。哇，咁你按樣做了幾多年呢？是做到去讀書。所以讀書過後，還想要回來接這個哎。不一樣，想把家裡這樣的一個傳統產業。把它延伸到料理。好，那接下來我們就包這個布。
包这个布呢，好，最重要的是，因为我们有正面跟反面哈，把这个反面朝下放中间哈，然后卷起来，卷起来，啊，一样哈，就拉直一下哈，卷一圈，卷一圈。对，在这个卷的过程里面一样啊，你左右边哈要稍微吃一点力气，好，哎，然后把这个后面的拉进来，就塞进像保来用，推的用哎。对，但是你要的紧度是像这样紧度，好，然后不能有这样皱褶，就是没有包好，好，对来做一次。我矮了吃一半。可是泰国中啊，会上工而做完牛素鸡嘞哎，因为它的步骤好多哦。哎，因为父亲那时候素鸡在大溪啊比较少人做，那他就去学这样的一个功夫，这个工作的程序比较多一点，比较繁复一点，但是它相对它的一个单价也比较高，市场的竞争少，啊，对，是这样。嗰時日爸爸也動要勝利一條路，阿用嘅就做對老爺嘅太海挑夫館的市場然後給區分開來。对，泰國跟阿用就做拿落去整的嗎？啊，还没有，还不行有后面一个阶段要去绑。我去拍好清杯米一步对哎，要怎麼綁？这是产品哈，来，就放在中间哈，中間这线绕2圈，往后拉，对，往后拉，右边这边，右邊這邊。对，绕一个圈，往后拉，好難哦。要施一点力氣，因为我们綁習慣了。哎然后左边一样哈，绕一圈，拉，左邊繞一圈。然後再打一個活結。天哪，這要好用力哦，要出動態力嘞。对呀、所以要吃飯。這個也差太多了吧？尹坤呢？这个就是熟能生巧啦。好啦，是这一步真给懂 Q 难，这应该也是人家的都会后干它最难的一步，对不对？对而且通常都会难美你周亚给吧？男生是比较轻松一点啦，女生也有啦，比较稍微吃力。手会痛。我懂有力气啊。对，力气之外，然后手这个绑久的手都会磨破皮啊。真会痛的，泰国看你真的做一个正常速度标准版的本海柯南吗？好，快我还5秒钟，对我还可以用闭着眼睛啊，还可以用闭着眼睛。或者是跟着看着你讲话，然后我可以绑出这个东西来。天哪，牺牲演的功夫就会按用，木祖咪咪都做得出了100分的。太厉害了！刚我你真的拿牙给都可以整理，对不对？对，然后就可以品尝是了。 2个小时之后就出炉。好久，走走走。複雜嘅製造，而是都靠唔幫，自5歲就開始探索嘅李泰國，講法之間對部下嘅產業，還卡有無限嘅驕傲。咁咪等唔切，想我來試試張做出來嘅好東西咧。你係嘅將北區來嘅用嘅哦。嗨，難怪剛剛我老給他都懂嘿。是啊上面有按用嘅型呢。哎，对，没错。我來猜猜看好不好？好，要抓线头，嗯，线头要抓着哈，这每一个箭头都抓着，这才不会绳子都乱掉这样子。哎，真勁呢。好，哎那來大塊的坤对，啊。好，哇哦，你看，按金猛色，像你家有3顆球都壓到畢業 Q 妞，很可愛耶。这个再把玻璃紙剝開就可以吃了。好，哎，做切夾色對不對？你們也已經整理6點鐘，這樣你看，超 Q 的，好濃的調味熊哎。是啊，对啊。好好吃，而且它底度含有水分都亮哎，所以我们今天可以拿这个来学做料理哦。对啊，好，太好了我们就准备个几个啊，然后我们到餐厅里面去帮它做一些烹调的，挑几个 ，OK？好好吃哦，好，谢谢。擦擦嘅手工在嘅，然後咬下去，質薄嘅口感，豆腐香啲再度散開來，按用本人少難嘅食材，唔啲要做得變化出物嘅料理呢。看陳堂啲度迎合滿足嘅笑容，係咪佢是其他李泰國定係太健一下嘅？第一出處理豆腐頭起司。首先呢，我们会想要请那个明珠小姐哈，来帮我们把这个豆渣，豆渣先沥。哦，这个沥过，对，你不是已经2次过滤了哎？对，然后再把它沥干，因为豆渣里面它含水量还蛮多。好，我再过来给沥早，嘿吗？对，不行啊，先沥好之后，然后哇，还那么多，很多水分，很多的底度，那都在压出车中嘛，该嘞。这要做一道烤明太子豆渣，这等于创意耶。这时候呢，我们就把我们的这个这个都白山山药，嘿，把它放在我们的烤盘里面。好。
对。哦那你帮我像搓成像汤圆这样，然后帮我压扁，好然后就把它放在这个第2层，嗯哼，对铺都手面嘛，铺一层这样对，子。铺一层，就中间有铺一层，对。哦，而且呢，发现到你这2次过滤过的这个嘿挑泡好细哦。对啊，没错。那加给黑明太子，对，罗的美乃滋。对，然后 OK 把它充分搅拌之后，就把这个酱把它涂抹在这个最上层，好。然后天哪，好多哦！等一下烤出来一定很棒。对，超爱这个料理的耶，很香。这个它有一个后味，会有稍微有点微辣。而且对要烤的笋后有一些焦焦的这样子。对，没错。简单吉鋪第一次明太子豆腐頭已經準備好勢咧，接下來先放入木勺嘅200度配上底度，室內15分鐘，皮就有一些差，這次料理就好勢了。本人期待第2次豆腐創意料理準備上場。湯圓不是用那個糯米啊，不是要黏黏的，這豆腐 QQ 很容易散掉。明太子豆泡。这个好细腻，根本生不出来它是豆泡。大白看到牙给血眼的呀，就会觉得自己又长1岁了。来先吃一口看看。像是那种少女的扮演。不是用那个糯米啊，不是要黏黏的，这豆腐 QQ 很容易散掉。所以我们不完全用豆腐，还要再加糯米粉下来，或者增加它的一个那个粘性，试着去掌握它哈。我完全没看过这种料理，这你自己弄出来吗？这个去日本吃到的。好，那我们就来搓汤圆了哈。好，来。一般的那种就是蜜团啊，拿来做汤圆，它可能比较黏一点。对。也给就介于豆腐给那种嫩嫩的，像刚刚豆腐的那种触感一样，只是给刚才一些黏性。跟传统的做法是有不一样。Q 用嘛哈。对。哇哦，好期待几次去的 Q 感哦！但你跟勇士在日本吃到的时候，黑用的波你很感动啊。因为我觉得他们可以把豆类的东西去做这样一个发挥，在我这样的一个故乡里面，我们就好像只有吃到传统的这样的。特别娘布卡都是做这种豆类传家的。对对，没错。用豆腐加入糯米粉，然后變做一扎一扎，葱肉安排嘅食鹽呢。滾水撈佢濕熟過後，再加入香菇、蝦米，煮出鹹皮湯。豆腐食鹽呢，就算做好食咧。青葱油嘅豆腐皮、豆包撈在起嘅，豆豉三兄弟就係上場了。是看到你太過撈食材，變到某個地度泡到又長又酥，但唱看起來就當醬，本人當香酥。剛下泰國已經撈壓嘅豆蟲還有豆腐泡好食嘅，接下來你要用這些食材來做什麼嘞？3杯豆豉口袋餅。哇！我把我們家的豆製品來然後用這個3杯口味去做一些拌炒，而且青波米要包到口袋餅裡面。對，哇，是。好，剛才我們夾了動手來做料理。最重要的3杯大概就是麻油，我們先把薑片爆香哈，但這個溫度也不能太高。麻油要用冷鍋。對，味道一出來了，把這個菇類比較難熟，對不對？是，然後我們的準備的素雞，再來我們剛剛炸好的加下泡好食。對，好。豆腐還有豆草。是，再來就把3杯醬調好的3杯醬哈，把它淋上去。3杯醬，你可以自己先調好，是不是？對，先把它調好。錯，讓它稍微起個火，讓它稍微焦糖化，它的味道會出來。然後再放一點水，讓這些食材去吸附那個豆豉，對，湯汁。接下來呢，我們就開始
放一些我们的一个青菜部对分青菜对，去慢慢收汁，等快收汁快干的时候上不，用抢吹。对， OK，是好，那在收汁的时间，等一下看到它水分越来越少，我们就差不多可以，对不对？对而且因为我们倒的水其实没按倒，应该蛮快的。对对，没错。好，那它已经水煮着哎，还要不要放一点我们的青椒、红椒、黄椒？好，拌炒一下。好，切莲菜。对，九层塔，你会讲客家话吗？不会，切莲菜。这连菜真的是好帮手。对，好来。好，我们要准备起锅喽。来，我帮你准备好了锅子。松杯刚才一点切成菜的米酥，真的动香哎！我可以开动了。开动。走。几分钟的时间，好了嘅就摆到贵重诶。一层一层的香米冲过来，这时间我已經等唔切，上我來食最空咧。哇，泰哥真的懂厉害耶！简单的一条小小一颗黄豆，你就得编发出按钮这么多样化料理，而且这有一些是偏日式，还有客家的、台式的大众料理，给它用它。好，刚牙给已经烤起来很久，我现在品尝这个好不好？好。明太子、挑泡，是，还有白山都要底度，对，都在里面。好，哇，好多层次哦。那明太子，然后给配个够还有那种咸香，对，充满你的嘴孔底度，那个呀，也给挑泡，然后也给白山的口感融合成一体了。谢谢。古时候的蛇啊老鸡啊，你正经都讲最红冲是不会用的，一下就免可乐、3可乐，这个好细腻，根本生不出来它是挑没泡错，对，完全吃不出来。大部分人会认为是好像是马铃薯。重点呢，黑生牙给挑泡它有它的营养价值，它是很高的蛋白质。3个乐，我们来吃这个好不好？好。大白看到牙给斜眼的呀，就会觉得自己又长1岁了。来先吃一口看看。有这种糯米，Q 弹的口感以外，也会增加一种温润的口感，更滑嫩。它好像可以在两个牙齿跟唇舌之间呢，自由的滑动一样。一般做糯米做会给看痒，那刚才挑夫当成它的润滑之后呢，不是给会看温润一些，比较嫩，像是那种少女的扮演。少女版的扮演呢，是真的好好吃，而且你好棒哦！改这个汤头啊，就是加客家的味道，对，有油葱啊、香菇这样子。对对，因为以前妈妈也是客家人啊，所以以前小时候妈妈也会是煮这样的汤圆。那从这样的一个概念，我把我们的这个豆腐汤圆，就把它融入这样一道菜色里面。好吃好吃，等一下有必修吃。那么多人也好，一些人是两个，好，3个人要给口袋饼，我用的冷包嘞。把这边剥开，好，然后把这个馅料呢，把它放进来，看，好啊，当然你也可以搭配这一个一点点生菜，啊，然后甚至呢，我们就可以这样卷起来吃，好，就这样卷起来吃，好，好，来吃口呢，好吗？如果要一层口袋饼啊，不然之后就会吃到那种像是吃那种印度卷饼之类的那种口感饼啊。重点嘛，黑底肚又有 Q 弹口感，又嫩又香的豆腐香，很吸引你哦。一盒沙丁一盒饼色啊，对。刚刚还是都要给挑虫啊，因为泰国刚刚有先炸过了。过后炸火锅味呀，给挑虫，外面一层呢，它会有点酥酥脆脆的。刚刚我们在3杯过沟黑啊，我们3杯酱的汁全部数到底肚皮耶。过后拿完下去，除太油、调味香气以外，还有你调的3杯汁的 sauce 也吸收在里面了。一份坚持，一个梦想，新世界阿美嘅迷思係開始。經過經驗奮鬥創新，希望成就出狂健嘅料理啊夢想，唔過未經過一段艱苦嘅過程哦。農上我的哦，叫你編發出按斗料理啊，萬年搞紅嘅嘞。講好聽一點是無師自通啦，也不是啦，因為我自己也喜歡吃料理，到處去吃，啊，當然也上課啦，我也有一個好的太太能夠來幫我，一起來，我們一起分享。然後想辦法怎麼樣把它融入到我們菜色裡面。那你跟同時都會正好，跟他從金融業到餐飲業，
按用应该无按过呀？有没有主动那个心态困难的？我觉得料理这件事情，其实就是在于自己，是不是有那个心坚持去做，也都做了啦，也觉得说必须坚持继续把它做好来。所以现在想一想，也觉得还蛮有成就感的，就是至少跨越那个阶段的。刚之后跟安牛，你坚持过来跨越那个难关，你最想感谢的人是谁？当然太太啊，对，因为还好有她一起陪我走过了啊，因为毕竟那个阶段确实是很蛮挣扎，是不是像我以前在基隆市场，要不要壮士断腕，画下停损点？对啊，对，很挣扎。我现在想一想，就是觉得说还好，总是有一个力量在背后支持你这样。对，家人的力量很重要，没错，没错，对，所以是很感谢啦。人家说嘛，就是从家里开始啊，那个力量是最大的。但像你们家的豆腐事业也是从家里面开始，现在这一间餐厅也是从你们家里面的力量开始。我相信家里面的爱是无限大，一定都得透过料理分享你们料理的爱，传达给更多人。谢谢你，我很喜欢你们的料理。子 C， 子 C， 一传创意料理，大后都有你太过清单纯简朴嘅心意。很卡有背后对幕下人来嘅鼓励和支持，因为梦想来嘅创作，因为爱创作的坚持，基本日规则好了解，我识到嘅唔單淨係食材嘅秘密，還有一味係對心感度來嘅好美食。睇下一特別有文化傳承嘅記錄，含加歷史風貌嘅體驗，唔單淨傳承嘅先人嘅技術含加精神。發揮出傳統嘅意味，每家人嘅心意，本睇下變做行卡多樣化哦。我記得料理就係一種情感嘅燃燒，下週好美食，我哋下禮拜再見，拜拜。日春雨水講人間，江浙調重現。春風過去長命道，後面愛靠谷雨天。烈下小馬唔下線，夢中淚雨風思念。西瓜青甜，望你望太初不念，苦漸漸。日秋處暑。甜桂年，年年人團圓。日冬收線18夜，四季輪迴又一年。